煎包豬這瓜有個聲感叫翠玉瓜，聲車咁樣小段啦，然後咧直接對半車就 OK 啊。總之出車後一點才會爆汁啊，不要太爆啊。因為要開大一點火，用鐵鍋煎比較好。我開這個中火，然後先加一點點橄欖油，一點點就夠。哇，呢個翠玉瓜子哇，現在就翻着讓它煎了，很簡單。然後我今天本來想偷懶一下，還不知道為什麼很累，想躺在床上不動啊。但是咧，喂，發現冰箱有翠玉瓜，哎，就拍一拍。我通常咧很累咧，就會很想狂吃那個翠玉瓜，好像那個大力水手吃菠菜。哎呀，我吃完精力充沛。哎呀，哇，廢話完畢，繼續煮。我應該煎2-3分鐘咧，嚟睇下咁樣，完美焦焦咁樣咧就可以翻啦。翻完咧，現在關嘅這個中小火，慢慢讓他們煎多幾分鐘啦。重點是不要煮它全熟，你按下去有點腍咧，有點汁出來咧，咁啊 OK。有點像牛排半生熟。我現在咧再加點靚橄欖油，還有鹽巴、黑胡椒。然後秘密武器，我喜歡加一點點這個西班牙紅椒粉咁樣，一點點。然後我現在就撈勻他們，攞個靚碟啊，全部倒下去個擺盤。完美米芝蓮，呱呱呱呱呱呱呱，爆汁給你們看。哇！